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嚟到荔枝角 D2 Place 玩室內運動場。我相信大家而家北上消費咧就玩得多，但其實香港都有屬於自己規模唔細嘅室內運動場。今日介紹嘅室內運動場叫做 PowerPlay Arena，位於荔枝角長順街15號，亦即是 D2 Place 2。荔枝角 D2 出口上扶手電梯掉頭之後過條馬路直行就係。佢位於 D2 Place 2嘅2樓同埋3樓。咁大家搭扶手電梯上到2樓同3樓就係啦。咁啊兩層玩嘅嘢都唔同嘅，2樓玩嗰啲主力就係按翻幣嚟收費啦，即係好似大家去冒險樂園玩咁樣樣嘅啫，咁就按翻幣去玩嗰啲機啦，同埋掉彩虹咁樣樣啦。咁佢特別啲就有個室內漂移賽車啦，平日就75蚊啦，咁假日就95蚊一節嘅，咁大概每節就6分鐘左右啦。咁如果3樓嘅 AB 松啊同埋攤位遊戲，攤位遊戲就按次數嘅，每局咧就20蚊。咁 AB 松就每小時或者每半小時就一個價，咁大家詳情可以睇翻官網啦。係啦，咁今日我哋淨係得2個人嚟嘅啫，所以主力就係玩咗呢個3樓嘅 Zoom A 啊，因為佢比較啱2個人玩，咁所以我哋即係玩咗 Zoom A。Zoom B 嗰啲要起碼都要4至6個人玩先有意思，2個人玩好似冇乜意思。好，咁而家入到嚟啦，咁玩呢個嘢咧，你就要買翻對襪先嘅。雖然官網嗰度寫一定要着佢哋嘅襪啦，但係個工作人員問我，其實可以自己帶對求其一對嘅防滑襪嚟，都已經可以噶啦。之後門口入嚟呢個位啦，會有凳俾你嚟換鞋，跟住嗰邊會有鞋架可以擺翻你對鞋啦，仲有側邊會有儲物櫃嘅。好，咁我哋一入到嚟呢個係 A 松啦，咁 total 佢會有6個遊戲嘅，咁就踩單車啦，之後跳格仔啦，跟住有啲充氣床。呢一個唔知做咩嘅，一陣研究。跟住射擊啦，然之後仲有一個掉波嘅。好，咁啊研究呢個跳格仔先，就係呢個咯 ，Runner。點玩啊？應該就咁企喺上面就得啦。屌啊 ！delete 佢先。耶！我做個 game 都 delete。戇鳩啊你！咁經過我哋一番研究之後咧，呢個 game 只要喺個 screen 度揀開一款遊戲，撳完之後直接撳 run 就可以開始玩嘅啦。咁樣啦喂！我冇理解錯嘅話，應該係。之後跳翻嚟綠色啊！我已經理解咗個 game 啦，咁就係中間安全。之後一人一邊就踩藍色嘅嘢，係啦。之後你試下踩紅色啦，踩紅色啊！喂，屌你，係啊，踩紅色。跟住呢度就會扣血啦，跟住又關。之後下一個。嗱，大家玩嘅時候記得唔好撳個 delete 掣。跟住睇下咩導彈、平衡木、導彈、機關。哦，佢會斬下。哦，我有計啦！你企過去。開外掛搞掂。叫做，但我覺得我會踩爛。喂 ！Failure。你再冚一嚿啊！第2關。要行快啲咯，感覺。佢側邊紅色位飲過嚟。你死緊咗喎！你玩到死緊咗喎！喂，唔係我好撚快喎，佢佢。喂，係會死喎，因為。跟住嚟玩健身單車。嚇？Skip。根據我哋研究，應該就係個 screen 之後揀一個遊戲，然之後開始踩個單車。不過我哋嗰陣時候失敗咗，所以最後我哋決定 skip 呢個 game。其實到時候大家揾翻現場工作人員幫手，應該就冇問題。但我哋懶得揾。好，跟住第3個遊戲，試下玩啦，點玩啊？
呢個遊戲 screen 上面會有3個圖案俾大家揀，大家可以揀翻個自己中意嘅圖案。咁我玩法嘅3個圖案都係一模一樣嘅啫，就係連連看。咁就將地下啲波執起掉去對方個 screen 度，咁擲中咗個連連看，即係擲中咗個連住嘅位咧，咁就會有分啦。咁最尾就睇下邊個個分高，咁就邊個贏。係咯，我冇理解錯係咁玩啦，唔得嚟多鋪先，唔撚公平我拍片。喂，其實你唔守啊，可以咁喎。喂，跟住嚟到射擊。咁跟住嚟呢個遊戲咧就射擊遊戲，咁台面上面咧會有4把槍，咁最多可以4個人玩啦。咁大家就可以攞起槍，然之後對住個 screen 射去揀翻自己想玩嘅遊戲模式。咁喺我哋試嘅過程入面咧，我哋就見到好似要4把槍都要射晒去確認先會開始到個遊戲嘅。嚇佢咩啊？佢要4個都有啊？我必須要4槍咁多戇鳩。係為咗拍片而生嘅男人，又話有後座力嘅，都冇後座力。佢話有後座力嘅喎，喂，冇料到嘅喂，嚇，都冇後座力嘅。咁嚟到第5款遊戲，咁呢個全新嘅遊戲嚟嘅，咁佢就會有個 screen 喺度啦，咁前面會有啲問題啊，或者要擺一啲嘅動作啦，咁你要去揀啱一個問題，同埋或者擺啱一個動作，即係好似以前大家睇獎門人咁樣樣啦。咁下面會有一條嘅生命條啦，隨咗時間推移啦，即使你繼續答啱個問題咧，個生命條即係成個遊戲過程就會越嚟越快啦，咁個生命條都會消耗得越嚟越快，咁最尾就睇下邊個高分啲。咁呢個遊戲支持單人同埋支持雙人玩都得嘅。左邊。負責嘅係咪青色嘅？真係冇人知喎。咩撚嘢啊 ？Blue 啊 ，Blue 啊，啱啊。係咪 Red 啊？叫 Red 咧，左邊睇下。耶！嚇，7啊，8減1，8減1，屌你個閪！啊，好攰啊！南極有北極熊，有冇北極熊啊？北極熊係北極㗎嘛？好似係喎。幾好啊！2個以上嚇？後指有指紋，有冇指紋？耶！好攰啊！好，咁嚟到最尾一個遊戲，咁佢係一個2條嘅賽道，充氣嘅賽道嚟嘅。咁側邊會有一啲黏貼嘅巴啦，咁會有一個2個黏貼嘅圓圈，係啦。咁大家就要綁咗條拉力繩喺條腰身上面啦，然之後盡力咁向前衝，將手上面嗰個圓圈黐到去盡可能最前啦。咁大家玩嘅時候要小心啲，因為佢個彈力真係都比較犀利啊。如果大家衝得太前咧，彈翻嚟嗰下會有少少危險，呢個大家玩嘅時候要注意。衝到！你側邊攞個嘢啊！你唔攞個嘢點樣黐啊？攞咩？呢個嘢咯，因為衝上去黐先啊！屌啊！咁撚渣嘅你！如果衝太前彈翻返嚟會死喎。Weak，係咪啊？好啦，今日條片就去到咁多。如果大家睇完之後覺得有興趣嘅，歡迎大家放假或者得閒嘅時候走去玩下。好老實講，如果以設施嚟計的話，佢同內地嗰啲比較，完全冇得比噶啦。咁但係喺一個香港呢個咁嘅寸金尺土嘅地方嚟講咧，有一個咁嘅地方嚟玩，我覺得已經好好。同埋佢比內地有優勢嘅就係大家唔使嘥時間翻去啊嘛。因為大家如果去搭火車的話，我假設由大圍去到羅湖、落馬洲啊嗰邊，
你嘅車程來回都已經要翻60蚊，同埋就算火車幾快都好，你連埋過關時間都要8個至1個鐘，其實都走唔甩嘅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話我過去玩足成日，或者我好早走去玩嘅話咧，都還可以嘅。咁但係如果你係好似我呢啲咁瞓到可能中午12點，即係放假嘅時候瞓到中午12點1點啊，之後先再起身，即係想輕輕鬆鬆行下，唔想嘥咁多時間去搭車啊，或者玩一陣好快就想翻屋企嘅嗰啲人嚟講咧，一個香港罕有嘅地方咯。咁希望大家都會繼續留港消費啦。如果大家對於香港有咩玩有興趣的話，就歡迎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